人讲食鱼食肉也着爱菜价，即马不只是菜价，是菜爱食较济寡。唔知观众朋友，你敢有统计讲，你一工食的这菜色果子数量有偌济咧？根据着这国健署上届新的统计，目前台湾65岁以上时段，这高血糖、高血油、高血压这三罐的比例已经有50%咯。台北营总是建议民众除了照时间运动、食药啊控制以外，也会当考虑讲加食菜色。减少食肉来预防。那我们早餐可以把白馒头换成杂粮馒头，再加一些蔬菜下去。营养师小解三顿安怎食，才会当食了健康，预防高血糖、高血压、甲高血油。根据国健署上新的统计，台湾常接出现高血糖、高血压、甲高血油三悬的年纪是40岁以上，而且年岁愈大，发生率就愈悬。目前台湾65岁以上的时代三悬的比例已经来到50%。台北6名病医提醒，预防三悬，除了爱照时间运动，爱食药啊控制，上重要的就是食食的部分。高血压。糖尿病，还是讲血油较悬，咱拢鼓励病人，尽量爱配合医生食药啊，这真重要无毋对。啊，过去咱医生嘛鼓励讲，加去行行加运动。但是重点，即马新的观念就是讲，食物件方面一定要去注意。营养师表示，即马有愈来愈侪人考虑到环保议题和家己的身体健康，会开始减少食肉，就是以菜色为主。譬如讲，规定家己一天食89%的菜色，19%的肉类。营养师表示，这款食法唔那纤维有够量，也当减少油脂、胆固醇。弹性蔬食，他们也会建议说，我本来就是吃肉的人，他大概在一天的分配里面，只要分15%去留给这些肉类，就是他还是可以吃一点蛋或吃一点肉或喝一点牛奶，去摄取他需要的其他的营养素。另外，营养师也建议一般的成年女性一天爱食7份的蔬果，分别是水果3份、菜色4份；也若男性建议爱食9份的蔬果，就是4份水果加上5份的菜色，而且每一份的量就是一个拳头母的大小。营养师表示，安尼食对现代人来讲嘛较健康。记者戴阿选柯秉哲台北报道。